若果大家係玩緊 Kawasaki 牌子嘅電單車嘅話呢，都知道 Kawasaki 電單車最常見嘅毛病係佢個油缸蓋經常開唔到，架車越舊就成日都出現呢個問題。我建議大家用呢支 Graphite Lubricant 向時窿噴，然後揾一支好幼嘅膠枝或者鐵絲撩通個時窿。解釋下點解，有時係條鎖匙唔能夠完全插入個時窿，有時就算插得入條鎖匙，點轉都好，油缸蓋都係開唔到。由於 Kawasaki 油缸蓋個時膽係配上一個好細嘅彈弓，久而久之，因為入咗塵、濕氣同埋汽油蒸汽聚積嘅關係，引致條彈弓唔識得縮返去，你條鎖匙係冇辦法開到個鎖㗎。用咗 Graphite Lubricant 之後，要噴入一啲 Silicone Lubricant。又再撩通佢，咁就有機會開得到個蓋啦。大家記住要用 Graphite Lubricant 同埋 Silicone Lubricant， 千祈唔好用 WD-40， 因為 WD-40 容易黐塵。雖然而家開到個蓋，但係呢個問題又會再次發生。長遠嚟講，不如買個新嘅油缸蓋，自己換咗佢，唔使成日煩。我喺 Amazon 揾到呢個新油缸蓋連時膽、撻車時膽一套，都係42蚊。記住要揾啱你嘅電單車嘅型號啊！Amazon 第2日就送咗貨嚟，拆開睇睇先。有油缸蓋連鎖匙、撻車時膽同埋6角頭螺絲。今次我只係換油缸蓋，所以將撻車時膽留返日後有需要先至用。要留意呢度有個螺絲位，先揀啱適當嘅6角匙。首先要拆走晒油缸蓋上面呢6個6角螺絲，向逆時針方向擰。仲要拆走呢一口螺絲，可能係10字頭螺絲，亦可能係6角頭螺絲，視乎你舊油缸蓋嘅原本裝配。搞掂，依家成個油缸蓋拆咗出嚟啦。我揾塊布冚住個油缸窿，係防止萬一唔小心喺安裝嘅過程裏邊跌咗啲螺絲入去。首先裝返呢粒螺絲先，順時針擰，直至收緊為止。好啦，而家收緊蓋面上面嗰6口6角頭螺絲。大功告成，試下用條鎖匙開下個油缸蓋，睇下幾咁暢順。得咗，以後唔使咁煩啦。喜歡今集電單車小維修分享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同分享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